Hello，大家好，多謝收睇 Joy to Travel。今次要為大家強力推薦位於關西嘅有馬溫泉，一個又好玩又有好多嘢食嘅地方。有馬溫泉係日本富有歷史嘅三大名泉之一。呢度嘅泉水有兩種顏色，分別係褐色嘅金泉同埋透明嘅碳酸水銀泉。喺溫泉街，你會見到商鋪就地取材，利用碳酸水做熱辣辣嘅手作燒餅，非常之好味。呢度係神戶嘅郊外，所以呢度神戶牛肉係好新鮮㗎。有馬溫泉大受歡迎嘅原因係因為佢距離京阪神非常之近，同埋交通好方便。我哋由京都過嚟大概1個半鐘頭高速巴士就到。等你到達有馬溫泉之後，你唔使擔心交通嘅問題，酒店會安排接駁車嚟接你。我哋今次住嘅 Arima Grand Hotel， 佢會每20分鐘派一部接駁車去車站，或者你可以打電話叫酒店派架車嚟接你。唔使5分鐘，我哋已經到達酒店。今次預訂嘅酒店係 Arima Grand Hotel 裏邊嘅別墅，叫做傑樂。佢係屬於 Club Level 嘅客房。相對地，酒店會提供額外服務，好似房間裏邊有私家風呂。佢最重要嘅賣點係 exclusiveness。喺酒店嘅新翼2樓同埋7樓係專屬嘅房間，2樓有金泉嘅私家風呂，而7樓有銀泉嘅私家風呂。別墅傑樂嘅客人有專用嘅 check-in 空間，同埋有 private 嘅電梯同出入口。出入口需要 key card access。我哋 check-in 咗之後，佢哋着和服嘅工作人員 escort 我哋去我哋嘅房間。酒店嘅範圍好大，樓高9層，有2個公共大浴場喺 B1 同埋9樓。呢一部私家 lift 淨係停1樓、2樓、7樓同埋2個大浴場嘅樓層。其他與別不同嘅服務包括 in-room dining。到達咗房間之後，工作人員會為我哋介紹房間裏邊嘅設施。另外，佢會沖新鮮嘅茶，歡迎我哋，同埋提供迎賓小食。迎賓小食係溫泉饅頭、酒店自家製嘅金泉梅，同埋新鮮嘅士多啤梨。依家帶大家睇下我哋酒店嘅房間。
な花が咲いた總括嚟講，強力推薦有馬溫泉，真係又好玩又好食。我哋除咗浸溫泉之外，仲食到回味無窮嘅炸薯餅、海鮮冚飯同埋蒸神戶牛肉鍋，真係強力推薦大家嚟有馬溫泉玩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請記得點讚同埋訂閱，拜拜。